父母對孩子嘅愛咧，去到一個地步咧，孩子冇得獨立，即係我自己覺得去到咁咯，係一種過分溺愛嘅表徵嚟嘅。媽媽，我喺度。莫文奧讀緊中一，因為父母要長時間工作，由出世開始已經由印容照顧，由日常嘅起居飲食到執書包，都係由印容一手包辦。梗係依賴啦，絕對依賴啦。例如日常起居飲食，返學又要人哋叫起身，跟住就校服着校服，咁又要人哋攞埋俾佢。永遠唔識得自己去準備嘅，刷牙又要人去叫。12年嚟，一直有人貼身照顧，慢慢形成咗一種依賴嘅習慣。都知道工人會叫醒我，使乜自己自動去起身啫？校鬧鐘都唔使，工人會叫醒我啦嘛。冇咗工人唔得㗎嘛，冇咗工人我唔會去做家務啦，煮飯我又唔識煮，好依賴工人爹哋媽咪。屋企家頭細務又係啲工人做，工人唔做就爹哋媽咪做。咁平時即係人哋唔叫我做一啲嘢，我就唔會做噶啦。好似執房啊，執下張台嗰啲，執書包嗰啲。